家灾害警报通知无记地动和海中来啊！地震速报演练，感谢随团起每一个人的手机啊！全国各地开始进行一连串的灾害演训。环境甲海中警报键起落，开始有警报声。响5秒，停5秒，维持频率总共85秒，加路毛顺路车沿路放送。请听到海啸警报响起，勿慌张，维持正常作息。请民众莫紧张，全部拢是无语，嘛无进行人车管制，警察局内底。环境掌握随时有可能发生的灾害状况，毋但派出所演练海中的状况，全国各级学校嘛进行地动的演练。有伫巷的囡仔听到警报声，随反应拍落来找暗号，然后稳掉咧。高校的学生嘛同款，每一个人摕课本放伫头壳顶，照指示前往较快所在。全国听到警报声，赶紧做出正确的反应，千万唔通嫌麻烦，因为了解导览流程，才会当甲灾害降到上低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